行，不就是选妃吗？儿臣选就是了。但儿臣要娶的王妃，不是杜嫣然。那是谁？尹晴柔。哎，李长啊，你说他们都进去那么久了，又没有我们什么事儿，要不我先走吧？哎，姑娘，还是再等等吧。1、2、3，别晃来晃去的，没规没矩。嘘，李长，你站那不累吗？要不要陪我一起做运动？不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。Hello。花园见。德哥，哎呀，总算溜出来了，刚才可把我累死了。我得到消息，看你一直没有出来，我就猜到一定是王爷和皇后聊天，把你给忘了。于是我就让天龙把你叫出来透透气。对啊，你说他们两个愿意聊天就私聊去呗，干嘛让我站在聊天室外面？哎呀，真是无聊死了。我刚才太紧张，忘记自己没有吃饭了。这是我从永安楼特意带来的，就知道你被王爷关着，肯定吃不好东西。看来现在带来正合适。德哥，还是你对我好。哎，对了，上次的事儿，谢云奇有没有罚你啊？我看他那天气势汹汹的，我还担心你来着。谁知道你们俩关系这么好，早知道我就不跑回来了。你是为我特意回来的吗？对啊，我知道你是好心帮我溜出去，可是我不能连累你啊，所以我跑了一半我就回来了。现在想想可真吃亏。放心，你不会吃亏的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独孤远有债必还。停！我可不想再让你欠我什么，而且我们是朋友，而且是那种可以借1辆的朋友。那在下真是三生有幸，能够交到你这位朋友。彼此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是不是我吃的很难看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今天特别。真的没商量吗？除非你不想抱皇孙。那丫头来历不明，可儿臣喜欢。她又不漂亮。可儿臣喜欢。你看她干瘪的样子，万一以后生不出来怎么办？可儿臣喜欢呀。好吧，让我想想。摆驾回宫。幕后当心。姑姑，尹清柔呢？回皇后娘娘。尹姑娘，她刚刚已经走了。没规没矩的。儿臣恭送母后。
李正，王爷，他人呢？好像去花园了。没规没矩。尹清柔，怎么是你？是谁让你离开大殿的？反正又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。谁说没有你的事了？尹清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母后这次过来就是给我选妃的。我告诉她，我已有了王妃的人选，这个人就是你。本王怎会喜欢？我不过是用那个尹清柔来吓一吓母后，看她日后还敢逼婚于我。其实，杜小姐也不错。这世间再美好的女子，也注定与本王无关了。这世上啊，唯有好酒不可辜负。既然你都来了，就陪本王喝上2杯。在下定当奉陪。什么？表哥要娶那个尹清柔为妃？姑姑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！嫣然，不急啊。我4个儿子里面，老大最英勇，老2最孝顺，老4最风流，唯独这个老3，从小沉默寡言，从不爱与人说话。所以他的王妃呢，除了能帮他打理王府事务，为皇族绵延皇嗣以外，还能帮他在朝堂上笼络人心。所以哀家一直都觉得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更何况你还是哀家的亲侄女呢。放心，哀家怎么可能让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成为我的儿媳妇呢？话虽这么说，可是3表哥那性子，怕是姑姑您也拿他没办法呀。是，我是拿老3没办法，可不代表我拿那个尹清柔也没有办法吧？姑姑的意思是，